歡迎返到嚟月山精靈說故事啲人。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係關於美國華裔企業家福茂集團董事長兼執行長、美國前運輸部長趙小蘭胞妹趙安吉嘅命案。2024年2月10日晚上，佢喺美國德州約翰遜城附近家族牧場發生咗意外。佢揸嘅 Tesla Model X 跌咗入去牧場裡面嘅一個祠堂，不幸溺斃，終年50歲。警方後續公佈嘅調查報告，事發當晚，趙安吉同佢嘅朋友喺牧場聚會，深夜離開佢所揸嘅車輛，突然間褪後跌咗入去祠堂。跌咗去祠堂之後，佢曾經打個電話向朋友求救，話自己喺車裡面出唔到嚟。朋友即刻趕往現場報警，好多人嘗試破窗救援，但最終車輛迅速下沉，而且夜晚個水域環境又有限制，救援就唔能夠成功。警方同消防人員抵達之後就將佢救出，但係冇生命跡象。最奇怪係有一個好似曼德拉效應咁樣，有人聲稱睇過一啲影片，佢褪後嘅時候其實係有一個木柱。照計 Tesla 嘅設計咧就冇咁容易係跌到落去嗰個河嘅，而且咧嗰個木柱係似乎係衝落去，所以有人就懷疑佢死因係有古怪，會唔會其實佢已經死咗，又或者係有人將佢推咗個車落去個河咧，個祠堂咧？案件初期因為特殊嘅情況，德州布蘭科縣警方一度以刑事案嘅方向去調查，話呢單案唔係典型事故。後來調查又顯示，車輛跌落水之前有機會涉及操作失誤。警方就公佈嘅毒理報告指出，趙安吉體內酒精濃度係超過德州法定駕駛標準。綜合現場證據之後，警方就話呢一個係一個 tragic accident， 即係不幸事故，冇發現他殺或者犯罪證據。趙安吉係畢業喺哈佛大學同哈佛商學院。佢長年都喺佢家族創立嘅福茂集團度做嘢。2018年起接任董事長兼執行長。佢喺航運、金融、公益領域都係有一定嘅影響力。佢突然之間離世，震驚美國政商界，亦都引發社會對電動車水中逃生嘅問題，又有醉酒駕駛風險，仲有偏遠地區救援效率嘅議題廣泛咗，即係一個討論。但係對於呢個死亡嘅事件時間線，其實都係有啲前後不一嘅説法。最初就話唔係喺嗰笪地方，後嚟又話變咗一笪地方，呢個亦都令到大家覺得有啲唔簡單嘅方向去發生咗一個疑惑。趙安吉本身當然啦，佢就係一個出名嘅人物，但更加令人關注佢係趙小蘭嘅妹妹，因為趙小蘭佢係前勞工部長及前運輸部長。趙安吉過咗身之後，呢單案件備受美國政壇媒體關注嘅重要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兩個都係屬於美國嘅知名華裔家族，長期活躍喺政商界。有人亦都澄清話，其實佢哋係話佢係台裔嘅美國人，有啲人又話其實佢哋唔係喺台灣嗰度出生，本身係喺國內嗰度成長嘅。而趙安吉嘅爸爸福茂集團創辦人係有華人船王之稱，仲喺度㗎。1927年出世，即係就嚟100歲咯。佢係其中6個女最年幼趙安吉係其中一個。喺呢個女兒離世後，家族當然有發表聲明啦，話未試過咁大嘅悲劇。而佢自己嘅丈夫呢個叫 Jim Breyer， 本身亦都係知名嘅創業投資家，即係創投家，係 Facebook Meta 早期投資人之一。佢係第二任丈夫嚟嘅，2012年結婚。至於案中有一個最關鍵嘅證據，就係話求救電話中嘅女性友人究竟係邊一個呢？趙安吉同佢通話嗰個最後嗰個人物係乜水呢？名字係冇被公開㗎。車輛墮水之後，即係接到佢電話，接到趙安吉電話嗰個究竟係邊一個人呢？而且呢個通話警方記錄就有8分鐘咁長㗎。隨後呢個人又挖呢個橡皮艇出去現場幫手救援。
咁當然佢係重要證人啦，可能為咗保護佢就冇講係邊一個。嗱，當晚同趙安吉一齊喺牧場聚會啊，仲有其他人，有人又跳入祠堂，有人呢又打911。咁呢啲人呢，究竟有邊一個呢？都係成為咧大家真係覺得係好好奇嘅資訊。當然啦，今次點解要講呢個故事，亦都關係到Mitch McConnell 即係話咩呢？呢個美國運輸部長、前運輸部長趙小蘭嘅丈夫，咁當然就係呢個政壇亦都係有一啲受到關注嘅人物，唔係普通人啦，係咪？作為佢係呢個第2任妻子應該係咪？咁呢個趙小蘭嘅老公咁就係同佢唔係喎，係應該第2任1993年就結咗婚Mitch McConnell 咁生於1942年都年紀都有啲大。佢係共和黨政治人物，現任呢個 Kentucky 州嘅資深參議員，曾經任參議院少數黨領袖，去到2021年嘅，咁亦都係呢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曾經做過。第2位擔任呢個職務嘅肯塔基州人，佢近日就係傳出有一個病啦，咁但係又好快咧，又好似出翻嚟公眾嘅面前喎。咁有啲人就覺得都幾奇怪，咁會唔會覺得同其他有啲隱秘嘅事件係有關呢？有人就會咁樣解讀。佢喺2026年6月就去咗醫院度住。佢本人後嚟咧就話住院原因係因為跌親，短暫失去意識，又診斷出有輕度肺炎。咁佢就後來出翻嚟就話，醫生已經排除咗心臟病發、中風、腫瘤、腦出血等等狀況，咁就證實咧就冇乜事咁有啲人就話嗰啲相咧就好怪，因為佢好快企翻起身。有啲人話佢咁嘅年紀照計就冇理由可以咁快就冇事。咁呢啲種種你都增加咗一啲疑團。咁當然啦，佢健康問題同趙安吉嘅死亡事件冇話確切一啲乜嘢聯繫，但係始終趙安吉嘅死亡意外都係陰謀論家咧緊緊咬住唔放嘅一個故事。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呢個故事？好，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有趣嘅話題。拜拜。歡迎大家嚟到月山精靈說故事的人呢一個 channel， 係為大家講唔同類型嘅故事，有奇幻，有迷離，有詭異，有啟發人心，期望為大家帶嚟更加多有趣嘅內容。歡迎你透過 PayMe、Super Thanks 或者轉數快去支持我。你哋嘅支持能夠令我更加有動力去製造更加多嘅內容俾你。我哋下一條片再見。